哇！呢對波鞋我啱啱着住佢入浴室，用咗翻曬肥咗足足1分鐘啊！入邊對襪咧居然完全冇濕過啊！佢嘅防水程度啊實在太誇張啦！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嚟到遊人止步，我係 Kinky 啊！踏入雨季咧，大家出門或者出去跑步嘅時候遇咗落雨咧，相信最痛苦就係咧你擔住把遮都好啦，隻腳一定會揼到濕晒啊！噏住全日唔舒服之餘咧，噏得耐咧仲好容易有香港腳添。如果你同我一樣都想買一對全能嘅防水鞋，但又唔想着一啲雨靴膠鞋，亦都可以配搭到日常穿搭，令到隻腳更加修長嘅話咧，今日就會同大家介紹一對全方位防水透氣增高鞋俾大家啦，亦都係你今年必着嘅全能戰鞋啊！喺影片未開始之前咧，大家記得 subscribe 個 channel 啦，撳埋隔籬嘅鐘仔，有新片會即時分享俾大家。等等，今日咧就要同大家開箱一對 Allred 嘅全天候防水鞋啊！佢直接打破咗一啲平時好刻板嘅印象啦。佢嘅定位向咧買一對頂兩對嘅晴雨運動鞋啊！第一眼見到佢嘅外形咧，你完全唔會聯想到佢係一對防雨鞋，係一雙非常之簡約啦、百搭嘅韓系厚底波鞋啊！我知道你哋一定會懷疑咁簡約嘅波鞋佢可以防水，但係我哋之前咧做過實測。佢採用咗美國強大嘅 Cosmo 防水膜，打造咗3重防水設計，唔單止啲水滴唔到入去，喺你平時香港嘅大雨，甚至唔小心踩到個水凼啊，佢都可以完美將啲水隔絕在外。好多人都會擔心防水做得咁徹底，夏天着會唔會變成腳底桑拿房㗎？答案係完全唔會㗎。呢對鞋咧最厲害嘅地方就係佢防水帶非常之透氣。微孔結構可以令到腳部嘅熱氣、汗水順利咁排出，真正做到話透氣唔悶熱啊！企足全日返工都可以保持腳部清爽噶。另外就係咧，大家通常見到呢啲厚底波鞋咧，第一個反應一定會問係咪好重噶？拎上手又唔係喎，佢單一隻腳嘅重量咧只有350克，係非常之輕便啊！因為採用咗輕量化嘅減壓舒適設計，配搭咗極致輕盈嘅依化鞋墊，行起路上嚟仲會有少少回彈，完全唔會有傳統厚底鞋拖泥帶水嘅沉重感覺。另外佢仲有一個不容忽視嘅超級小心機啊，就係一個5cm 嘅厚底設計啊，真係啱晒我呢啲小矮人着啊！着上去一瞬間啊，身高可以直接高到5cm都冇人發覺，整個人嘅身形比例啊即刻被拉長，小腿顯得超級修長啊！另外我覺得最勁嘅係佢嘅鞋底咧做得好闊好穩，雖然增高咗5cm，但係穩定同埋支撐力咧都非常之好，完全唔使擔心咧會容易拗柴啊！Allred呢款防水雨鞋咧有極易襯嘅黑白兩色，基本上咧可以襯晒你衣櫃裏邊90% 嘅衫，無論你係平時做運動着嘅背心短褲啊，或者一啲鬆身衛衣板仔衫褲都好啦，甚至一啲平時返工嘅 smart casual 啊，呢對鞋都可以完美融入。簡約嘅鞋身線條令到整體穿起嚟嘅感覺咧都乾淨利落，非常之有質感噶。總括嚟講咧，Allred呢對全方位透氣增高波鞋啊，佢完美融合咗咧防水、透氣、極輕同埋增高咧4大優勢啊！佢唔單止係夏天雨季出門嘅救星啊，亦都係你平時日常穿搭返工或者做運動唔使動腦筋嘅百搭鞋款啊！如果你哋都揾緊一對晴天同埋雨天都啱着嘅百搭鞋款咧，我介紹呢一對俾大家咧，一定唔會令大家失望。有興趣嘅朋友咧，我會將佢資料咧擺喺諮詢欄下邊啦，方便大家查詢翻噶。今日個分享咧就到呢一度，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片咧，記得 subscribe 遊人止步 YouTube channel 啦，撳埋隔籬嘅鐘仔，有新片會即時通知大家，下集再分享俾大家，拜拜。今日遊人止步又到呢一度，如果大家中意睇我嘅片，記得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，仲有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。